我哋睇睇嗰個架構先。第一段嘅架構先寫個背景先啦，用個設問句問一問。香港有好多美食㗎，香港有好多美味嘅街頭小食㗎。你最喜歡係啲乜嘢啊？設問咗之後，自己答返，自問自答。第二段，佢嘅外形係點樣㗎？用你嘅視覺描寫，然之後再參考返第二頁。第二係邊度啊？即係呢度咯，即係呢版好多種食物嘅形容詞啊。外形描寫啊、口感啊、顏色啊、味道啊，就喺呢個第二頁出現㗎啦嚇。第二頁即係呢個位，第二頁。咁有啲咩參考嘅句子可以用㗎？參考嘅句子有呢啲，加埋一個比喻句，咁你個食物嘅外形咧就會更加生動啦。例如，如果你想寫咖喱魚蛋嘅話，你可以寫咖喱魚蛋像金子在閃閃發光。如果你想寫燒賣嘅話咧，可以寫燒賣宛如一個精雕細琢的水晶小杯。如果你想寫雞蛋仔咧，又可以寫呢個形容嘅比喻句喎。粒粒飽滿嘅雞蛋仔，彷彿一群緊緊擁抱嘅金色小精靈。係咪好得意呢？又或者你想寫其他嘅，他彷彿披上一件閃閃發亮嘅糖漿斗篷。想寫一個缽仔糕嘅話咧，可以寫像一艘載滿寶藏的小船。咁呢個咧都係一個幾好嘅比喻句嚟嘅喎。